在高达摄氏30度的高温下，4天内打了8场比赛。台湾男子沙滩排球组合谢雅人与王静茹在最终决赛再也顶不住，决定伤退，也让两人在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印度站只能拿下银牌。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上周在印度的维沙哈巴南 （Visakhapatnam） 开打，谢雅人与王静茹从资格赛起步连胜7场，仅失1局，以几近完美的表现挺进冠军赛，与德国组合争冠。可惜连日征战也让两人吃不消，昨晚在冠军赛提前伤退，没能打完比赛。赛后王静茹表示，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脚抽筋了，不过这对他们两人来说还是很棒的回忆。他说，接下来将飞往下一站，希望后面的比赛可以更努力，为台湾拿下金牌。谢雅人说，他们从资格赛一路挺进，让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真没想过有一天可以站上主舞台，真的很兴奋，很可惜最后没能把这场比赛打完。他坦言，能够拿到银牌，虽然开心，但心里难免还是有些遗憾。回去还有很多地方要继续努力，我们的目标没有只在这里。